讲小心无实本，就算你去银行领钱嘛是上好，搁检查一摆，安尼较保险。有一个乡亲顶个月初去银行，柜台领10万块现金，因为无马上要付这个工程款，所以一直放伫伊个公事包内底。到月底才发现讲，其中有超过一半，有59张是冤屈纸票，就是讲这是假钱，伊就咧去加过。也毋过，互人指控这个讲啊，这个被指控银行讲，伊领钱弄一个标准的程序，啊，当时有完成点钞加验钞，强调讲，这有经过检视过，并无发生不法的事实，当然的配合调查。你要看这个光条比较明显，光条很假。截至10月块，按210万，银行事上拢会甲伊绑一捆。毋过电话咧笑，中的钱煞99元，看起来淡薄怪怪。银行方面怎么可能没看到？一叠玩具纸钞，然后混成真钞给我。拍开来看，顶面竟然印7套名纸钱，毋过这10万块是顶个月民众来到银行临柜领出来工程款，无想要用，月底付钱，才发现约59张7套名纸钱含封条都还未拆，顶面个等因仔，就来对银行提告诈欺。当事人讲钱夹伫咧中，哪会看出来？这条钱一直拢放伫咧公事包，毋是伫咧厝内，也无就是走外场，拢无离开过身躯边。佮这支银行的摄影机，敢若翕到行员的较只拼，当时嘛无甲伊讲爱算详细，看到嘛是点钞机的数字。每个银行才讲验钞机伫咧倒卡。如果是民事诉讼呢，存户身为原告，必须先担负所谓的举证责任；如果是刑事诉讼的话呢，则必须有证据去证明所谓的实用诈术限于错误，跟交付财产的构成要件以及诈欺的犯意难度都不低。扣指控银行回应，临柜领钱有标准的程序，人客嘛拢伫现场看因完成验钞含点钞，并无发生防指控的代志，因卖专力配合调查。即摆两边各人讲各人话，嘛已经依法来处理。就交检察官来调查详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